在《楚乔传》中，30位主要角色结局，在人命如草芥的时代，不是所有人都是主角，可以顺利的活下去。第20位，知香，知香就是楚乔的大姐了。为了自己的弟弟妹妹，知香所付出的也非常多。在被招入宇文府中，知香一直都在为了楚乔的安危，不断的叮嘱他，告诉他在这里的安身之道，甚至为了保护楚乔，自己受鞭打，为人非常的善良。但知香之后被送入了极乐阁中，被三老太爷玩弄致死，这也成为了楚乔杀三老太爷的一大原因了。第19位，元阳，元阳是元纯的弟弟，在剧版《楚乔传》的故事中，他还只是一个小孩子，而元纯也一直打算杀掉魏帝后，让元阳上位，成为大魏皇帝。在原著中，元阳其实后续成长起来后，不仅亲手杀掉了自己的父皇，还跟元彻争夺天下，但最终被燕洵击败后，和元彻和好，两人一起在北方经营起了一个新的帝国。第18位，阿金，阿金是燕洵手下最为忠心的侍从，一直都跟随在燕洵的身边，并且阿金也是以旁人的身份观看了燕洵和楚乔感情的变化，更是深深的知道燕洵究竟有多爱楚乔，但他也无力去阻止两人的关系产生质变，只能不断的跟随燕洵四处征战。在燕洵击败大魏成为皇帝后，阿金也成为了一员大将，一直活到了最后。第17位，乌道牙，乌道牙是洛河的军师，在洛河遭遇奸人陷害后，乌道牙便前往了燕北，成为了燕北的胜者，并且为楚乔的身世之谜指引方向。在燕世成一家被灭门后，乌道牙便成为了燕洵的谋士和师傅，指导燕洵兵法武功。不过最终乌道牙却被燕洵所杀，因为他所在的寒山盟已经成为燕洵心中的一根刺，尤其是当时楚乔和燕洵已经决裂，不得不说乌道牙的结局还是很惨的。在《楚乔传》中，30位主要角色结局，第16位，蒙风。蒙风是往生营中的一位杀手，原本是奉命去刺杀宇文悦的，但却被宇文悦收服，从而一直跟随宇文悦，成为了保镖。蒙风对宇文悦有着很深的敬佩和尊敬，之后也成为了宇文悦手下的一位得力大将。在宇文悦前往青海的时候，蒙风同样也跟随了过去，也是当时知道宇文悦未死的人之一。后续宇文悦跟燕洵对抗的时候，蒙风也多少有些故事出现，不过却非常少。但好在蒙风最终也没有身死，一直生活在了青海。第15位，贺萧。贺萧是楚乔手下的一员得力大将，楚乔的秀丽军就是由他率领的，他对楚乔可谓是忠心耿耿，无论楚乔去哪里，贺萧也都会跟到哪里。在后续的故事中，贺萧跟随楚乔又经历过了不少的生死之战，而在楚乔和宇文悦结婚后，贺萧便也留在了青海之中，成为了青海军队的一员猛将。作为秀丽军中为数不多有名有姓之人，贺萧能活下来也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吧。第14位，魏书业。魏书业是魏伐的嫡子，跟其他勾心斗角的门阀子弟不同，魏书业生性非常的善良，并且讨厌争斗，并且他还痴心公主元纯，跟燕洵之间也是朋友。正因为如此，魏书业也救过一次燕洵的性命。在元纯受辱归来后，被元纯诱惑，贸然率兵出征北伐。归来后，也在千钧一发之际救下了元纯，但因为不敌追兵，魏书业最后中箭身亡。临死前对元纯说出了自己的感情，希望他能离开，好好活下去。而原著中魏书业其实并未身死，甚至还救过几次楚乔，这也算是剧版跟原著中的一些不同之处吧。在《楚乔传》中，30位主要角色结局，第13位，仲宇。仲宇是燕北的一位女将领，对燕洵是忠心耿耿，甚至为了燕北的大计而牺牲了自己的儿女私情。在燕洵逃离的时候，同样是因为仲宇的原因，才让燕洵成功的逃走。但最终仲宇的下场也并不是很好，因为跟燕洵的政见不合，所以在燕洵绞杀乌道牙的时候，仲宇也成为了其中被绞杀的人。最终楚乔赶到了仲宇的身边，仲宇已经中箭奄奄一息了，楚乔也未能将仲宇救活，只好让仲宇随着乌道牙一同离去。第12位，金小八。金小八是楚乔的一位妹妹，早期跟楚乔一直互相的扶持，姐妹之间也是形影不离。但后来楚乔发生的一些事情，让金小八和楚乔分离，而就是这段分离的时间，让金小八跟楚乔之间产生了隔阂。即便是被宇文悦给救了下来，金小八也不愿意再认楚乔这个姐姐了。最后金小八跟在了元松的身边，让楚乔帮他解除了奴隶的身份，最终跟着元松一起离开京都隐居，不再继续京都那些纷争了。第11位，程渊。程渊是燕洵的左膀右臂之一，也是在燕北中除了燕洵之外第一掌握实权的人。他跟燕洵一样有着身世仇恨，所以全心全意的辅佐燕洵。不过因为程渊一心想要除掉楚乔，导致了在剧版的结局中，程渊死在了楚乔的手中。不过原著中的程渊却依旧存活了下去，并且在跟随燕洵的时候，虽然对于楚乔依旧不满，却并没有那么强烈要杀死楚乔的心意了。毕竟当时楚乔和燕洵已经决裂，程渊也只需要按照燕洵的安排走下去就好。在燕洵一统天下后，程渊便也成为他手下最出色的将军。